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紫绫罗缠绕着四枷锁，金装与我。皇上，恕臣多嘴。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粮草运到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是。你醒了。我的水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才刚醒来，就不要浪费力气说话了。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希望我死吗？我不希望你死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又一次耍我。齐生，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了。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，我是在和自己打赌。你能赌什么？我赌你回来，我赌你不会舍下。凡是赌局，都只是一场游戏，胜负输赢早就是安排好的。越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人，越会在游戏中无法自拔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对你，我的确是失控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赌。我屡次三番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自己赌。我庆幸，这最后一次，我终究没有失去你。你认为你一直在让我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一次次的在玩弄别人的命。你误解我了。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给你选择的机会，那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。我永远无法做出伤害你的事，更希望你能被我感化。你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我接受不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。你能来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今后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杨将军请。九哥，你怎么？
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，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，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杨言，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，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醒呀？娘娘，您看您都瘦了。娘娘，您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咱们就回宫，奴婢给您做好吃的，好好给您补补。娘娘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丽离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，本来看不到你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你醒来之后，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，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但是什么？娘娘您可别吓我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娘娘，皇上对您表钟情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，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不知道九王那边怎么样了？唉，娘娘，您说男女之间的事儿